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在学习，一种要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新竹宝山因为地处山区，没有发展出有名的观光业，所以宝山还保持着淳朴山城的特色。今天我要前往新竹宝山，去发掘当地有趣的客庄人事物。听说当地有一口喝了会生双胞胎的井，还有到现在仍然持续制作的手工制炭，以及客家人传统的腌渍物之一橄榄。同时，我也要找到目前还承袭客家人传统，给过往路人解渴的奉茶。大哥，你在忙什么？我在工作锯树。哦，锯树哦。那这个木头是要拿来做什么的？要拿去做木炭啊。哦，木炭用的哦。那这个是什么木头啊？这个相思树啊，相思树烧的木炭品质比较好。哦，品质比较好，而且比较耐用。对对。好，那大哥，那我来帮忙你。好啊，好，我正缺人手啊。好。他是李永新，大家都叫他新哥，是宝山地区目前还遵循着古法、坚持手工制炭的客家人。大哥有自己的炭窑？有啊，等一下我带你去看。好啊，好啊。好，那我们现在是把它先锯一段一段。我先锯哈，你站旁边一点啊，注意安全哈。好。小心啊！好，1、2、3，走。带你下去。好，大哥，那我们刚刚那棵大树啊，切了那么多小段啊，那我们等一下是要怎么把它搬下去？我们用车子载啊，用那个搬运车，然后再载回炭窑去。哦，现在是有用车子。对啊。那如果以前没有车子的话，是怎么把它运下去？用扛的啊。哦，这样子就是切小段之后，然后这样一个一个往下扛哦。对啊，看你搬得动就切长一点嘛。哦，那这里是有很多的炭窑吗？以前很多，现在剩下我这一个而已了。哦，现在宝山只剩下一个了。哎，可以说这样说吧。过去那时候比较没有石油，也没有瓦斯啊，都用这个当燃料啊。比较有钱的人就用木炭，像我们乡下人都烧木材。哎，对啊。现在就是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所以这个东西比较没有人再去用了。新哥说，因为时代的转变，现在很少人使用木炭，所以炭窑也日渐减少。新哥是从父亲手中接下制炭的工作。他说，以前宝山地区曾经有10几座的炭窑，目前只剩他一家。他感叹地说，这行辛苦，所以没有人要做了。大哥，你每天工作吗？啊，每天都做粗重的工作啊。都你一个人哦？现在请不到人啊。现在人怕吃苦，这种工作没人要做。那大哥，你做多久了？做蛮久了哦。十几年了，哦，做10几年的炭窑了。对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回炭窑去。好，好。一路上，新哥跟我聊着为何他坚持着手工制炭。新哥说，手工制作出来的木炭品质就是不一样，不止更耐烧，烟也比较少。况且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更不能轻易放弃。走着走着，前面就是新哥的炭窑了。大哥，你的那个木头都摆得好整齐哦，所以现在看到这些木头都是要当木炭的原料。哦，都是当木炭原料，都是相思木吗？哎，要注意安全哈。好，搬到咬牙切齿哦。哇，你说大块的吗？对啊。新哥，那个你的炭窑看起来好漂亮哦。对啊，我就是坚持我最传统的那个外表啊。哎呀，所以你们才会发现啦，对不对？因为这是我看过是这种非常传统的窑。哎，对，最传统的。所以宝山以前就有很多这种传统的窑吗？以前就是到处都是啊，现在就比较少，剩下我一个人在做而已。对啊，我很少看到有人在坚持这个传统的窑。这个也是我的理想啦。我要把这个可以讲说是西洋工业继续保存下去，让没有看过的人知道还有这个行业的存在啊。对啊，因为这个传统产业，我印象中它烧炭的时间是不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哎，对啊，因为好东西就是要慢工出细活，才能烧出品质最好的木炭啊。哎呀，而且我觉得这最辛苦的地方啊，是就费力嘛。
哦，对，就是人力对啊，对啊。然后这个火，记得是不是传统窑啊，都是要24小时在顾它？对，烧窑下去20几天、24小时都不能停过。然后我记得是还要分早班晚班去顾火。没有，就我一个人在顾，一个人顾火。白天我爸爸还可以帮我烧，这样白天我就可以去山上工作啊。哇，其实传统窑最辛苦的就是很辛苦啊，没有人要做啊，这是我的坚持啦。对啊，好，没关系，我自己来干。哇，其实这样烧窑啊，那是其实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因为它烧完之后又要再连续这样一直烧下去。对，一直连续啊，反正现在在烧，我就要去山上取材，取材只是我们在烧制过程的一部分而已，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这样也好啊，做得很充实。哇，新哥真的很坚持这个传统窑，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现在其实科技那么发达，很少人会一直想要做这种传统的产业。哎呀，对啊，没关系啦，我会持续做下去，让这个行业继续展现在世人的眼前。听着新哥对于传统手工制炭的雄心壮志，心中感到无限佩服。可惜今天来的时机不对，没赶上2个月一次的开窑时间。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新哥带我到正在冒烟的炭窑前，他要告诉我手工制炭不为人知的小细节。现在窑有在烧炭，对，有在冒烟就有在烧木炭啊。那我怎么知道它烧多久了？哦，我们在烧的时候都有做记号啊。1天就花1盒啊！哦，有看到那个政治记号吗？这样就一看就知道了。对，非常传统。对。那它现在冒烟啊，是正常的吗？只要有在烧，它就都在冒烟。会在冒烟。然后这边哈，这个记号你知道吗？蛮像的。你不习惯啦。这个记号就是我们在里面碳化哈，它有跟里面的相通。等这支变木炭之后哈，里面就也全部变木炭就可以封窑了。哦，现在只要这一个，只要它变成完全黑的木炭，就可以封窑。就可以封窑了。那封窑到时候这个烟已经快没有了。等于快没有烟这样。封窑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所有的都把它密封起来，所有的烟囱，所有的烟囱，包括这个烟囱上面的烟囱，还有那个灶口进火的地方，通通要封闭，变成真空状态。所以新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要知道它好了没啊，最重要就是这个，对，这个木棒，对，那个记号。记号。等它如果完全就是都烧好了之后，就可以封窑了。对，里面就变成木炭，就可以封窑了。放这个木炭啊，它是摆设是摆怎么摆设吗？是要摆很密吗？一定要在有限的空间摆最多的木头啊，才可以烧制更多的、更好的木炭出来啊。所以全部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对，然后摆满的，摆得很满就这样。等它全部都烧成木炭，这个就要封起来了，就封起来，让那个温度去让它慢慢的冷却，自然冷却。在冒烟的炭窑洞口，我看到有一些凝结的水滴，原来这也是宝贝啊。那这个水是？这个水因为它烟里面有水分嘛，然后我们就利用一些智慧把它接起来，变成一种木醋液。这个就是木醋液木醋液就是这种的。哇，我记得木醋液是可以擦的，对不对？对，可以就是除臭那一些啦。真的吗？那我们是不是香港脚？先来擦一下，试试看啊。哇，这边其实有点温度，蛮热的。哇，对啊，我感受到那个温度，进去的时候就感受到那个温度。进去温度也是大概在出炭的时候也是那么高。那通常这个是要烧多久？25、6天吧。25、6天哦。那冷却嘞？冷却也大概要3个礼拜。那其实这样加起来1个多月加几乎2个月，所以我们的烧制过程要蛮久的。对啊，那其实传统窑最辛苦的地方是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其实每个阶段都蛮辛苦的啦。对啊，从刚刚山上砍取材啊，对啊，烧制过程啊，烧啊，入窑出窑都很辛苦啦。那我记得是不是这个就是要让那个温度一直保持，就是要一直烧这个木材？对，那个火一定不能熄灭，就一直保持24小时的在烧火。那烧的地方是在哪里？在那边，那边有一个灶口。新哥看我对烧炭有兴趣，他说刚好要帮炭窑加火，就带我去看看如何将木头放进熊熊烈火的炭窑中。新哥现在要做什么？要绑木材，等一下要加火啦。为什么要绑啊？为什么要绑？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哈。好，因为它的灶口很深所以要绑起来。来，等一下我教你绑。好。哇，是用这个叶子绑啊。
这个给你吧。好，来续。先把它放着。这个给你吧。绑大根一点。绑两个就可以了。我绑给你看。好，再绕一圈。再绕一圈。再绕一圈。不是说要加火，可是新哥拿月桃叶来捆木头是要做什么呢？这个就是采橄榄的杆子吗？对。哦，好高哦，我跟你说大概有3层楼高。这个杆子呢，拿在手上，我们就可以往这个橄榄的树枝上面去敲。哎呦，现在还有橄榄果实掉下来，还有一点果实掉下来。对，你可以的。好，可以试。哇，有掉下来一点点呢。原来绑好的木头放进去烧，是要确保燃烧能产生最大的效能。新哥是用什么叶子来绑这个？月桃叶你听过吗？哦，月桃叶哦，对啊，月桃叶很好用。我们以前没有绳子，就拿这个当绳子用啊。哦，算是就是就地取材，要把它绑紧啊。你那太短了，2圈就可以了。2圈哦，好，那我把它绑回来，捆紧嘛。对，要把它捆紧，扎实一点，然后把它塞进去，就不用打结了。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把它放进去。原来也不是随便把木头塞进洞口就好。新哥说，如果没有排列整齐，火力就会不平均，也烧不久。先要把木头放进里面，把那个木头去烧。哦，要小心哦。好。放进去还是要有一点排列方式，就要把它叠起来，它会比较耐火啊。哇，其实靠近这个灶啊，就感受到那个很热的温度了。不要想说冬天这边很温暖，很热哎。一下来就感受到这个温度好高哦。然后这个棒子你没有一次把它放好的话，这会烫人啊，会很烫哎。对啊，而且温度是真的蛮高的。我现在站在这边啊，就温度好高哦。所以要戴手套，然后要看得准。把它摆好，可是这样不是以前的话，就是要一直来顾这个火吗？但就是说，比如说你烧多少木材，大约什么时候你就要来添。哦，那其实过去很辛苦哎，就是要随时随地都要来顾火啊，要补这个木头。除了加火是件难事，在烧炭期间要在炭窑旁边守17、8天，不能让窑火熄掉，这才是真的不容易。新哥，那以前是不是就要一直顾着这个灶？对，以前就是要顾着啊，这个火一定不能让它停啊。哦，那这样晚上也要顾？对啊，晚上一定要起来啊。哦，那里面温度好高哦。对啊，大概700、800度有。哦，小心烫手。好。那个炭窑的客语怎么念？炭窑。帮新哥一起补柴加火，走出窑外，新哥指着凉亭下说：“那是我爸爸。”他将这个手工制炭的技术传给我。你好，等于是我的师傅啦。师傅，好，没问题。我去忙了。好，谢谢新哥。坐一下哈。你好。你好。刚新哥说啊，就是以前这个窑都是你在顾的。以前是垮掉哪一个是我顾的？所以这个是新盖起来的。哇，以前做窑是不是很辛苦？那个以前是当然辛苦啊。那个2个儿子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自己做哈，也是白天给人家换工，晚上也是自己还有烧木炭这样子。那个时候是比较辛苦。伯伯已年近80，问他手工制炭做了多久，他微笑地跟我说：“其实制炭在当年只是他们农闲时的副业。”我自己做是没有多久了，他才50多岁才做起，那个时候是自己做哈，也是很辛苦，什么东西也自己做，给人家换工作做起来的。
现在就这个传统窑啊，它是比较费时费力的，就是要花很多的人力，像是要从山上把它就是运下来啊，就是传统窑是非常复杂也非常辛苦。那为什么要坚持就一直做这个传统的窑？做这个窑是我们以前那个乡长啊，以前的窑是垮掉嘛，才叫我做起来给人家看，才做起来的。不要给它落寞掉。哦，就是我们的木炭烧木炭的哈，不要给它没落掉，才叫我做起来才继续做的。哦，让这个传统产业让更多人看到，要保留原始最传统的这个木炭窑。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最传统的窑。过去的窑是这样子。然后用盖的窑的材料都一样。那我是不是听说有用竹子去盖这个窑？以前是竹子啊，盖个那个草的哈，垮掉了，会漏水了，会漏水才那个窑会垮掉嘛，才重新做过这个窑。哦，可是用竹子盖窑会不会被烧掉啊？不会烧掉。不会吗？那个白蚁会吃掉。会吃掉。那个埋到底下的哈。白蚁吃掉它，那个盖子是垮掉了，垮掉了是不行了。哦，像我觉得最辛苦的是啊，就是要一直顾那个火，就是无时无刻不是都要烧吗？就是要烧那个火。那个以前比较辛苦。对，那以前是烧那个树枝嘛，那个是烧没有那么久，但是整天要在这里顾。对啊，要一直顾火。现在都不行，不会了。现在烧那个大木材哈。所以烧比较久，两三个小时烧一次是可以的。可是现在比较轻松的。那以前顾火的话，等于是都不能睡觉了，都要一直顾在炉火边。要换啊。两班换啊，是上夜一个人，下半夜一个人。在这里在那里面睡觉。这就睡在里面哦。这个那个我们换东西那个铺那个床铺睡觉了。哇，那夏天的话又炉那么热，然后这样子会也是要过啊，要蚊子也是多，也很里面也是很热啊。对啊，窑的温度啊，加上大热天的温度，然后晚上睡在这里，也是多，也是要过啊。没有办法，以前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那个儿子哈，愿意做，我们看到也是很欢喜这样的。看得出来，伯伯应该很开心，新哥接手了他的炭窑，而且还经营得有声有色。哇，其实看到了他除了辛苦之外，也有那份执着。那其实那份执着是非常的感动的。那现在又看到他自己的儿子在做这个炭窑，其实内心的那个感动啊，其实是我们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那种心情。那也让这个传统产业呢，能让更多人看到。那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觉得最可贵的地方。听说宝山还有一样物产被当地人称之为绿宝石，光是宝山一地产量就占了全国的1/3。哇，于大哥，这就是你的橄榄园吗？是啊，这是我们的橄榄园。哇，那带我去看看。好，那我们往下走。好，走这边，来，道玄往这边走。好漂亮哦。好，一整片都是吗？是啊。他是于大哥，土生土长的宝山人，也是从父亲手上接下这片橄榄园。他说，从小就是吃橄榄长大的。为什么当初客家人啊会来到这里种这个橄榄？小时候呢，因为其实我们的老家的旁边呢，就有橄榄树。好，那这个橄榄树呢，以前的农家子弟呢，就知道这个橄榄它有它的好处，那吃了小朋友会开胃、健康长大。那再来呢，以前的农家，不像现在的社会这么多吃的，所以山上有野果子啊，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些农作物，平常拿来当做零嘴吃，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后来慢慢的，这个橄榄它的好处呢，在我爸爸长大之后呢，他就想要这个来推广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宝山本身之前只有一些橄榄树，没有特别多。那后来呢，这个他就进行了推广，自己育苗，好，推广到全台湾有20-30万株了。对，那在
宝山地区呢也种了有这个40公顷的橄榄园。哇，那很大啊。对，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这个地区呢就是我们的客家庄嘛，所以自然而然的呢，跟这个客家的这一些习性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有通。那从原本一点点的这个橄榄树啊，到现在40公顷这么多，其实看到是很感动的。哦，是啊，古人说这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我们做这个后辈晚生啊，当然就有我们的一个这个前人的滋养这样子。哦，所以才让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的橄榄树。是，对。于大哥以客家传统的农作观念，采取自然平衡的农法来管理整个橄榄园。为什么我看到橄榄园啊，下面旁边都是杂草丛生的感觉？就如你看到的其实我们的橄榄园我们是没有去跟它除草的，那是因为呢草里面呢有昆虫，它会在吃这个草的营养，它就不会跑到树上去咬我们的树叶。所以是完全都不照顾的。其实橄榄它小时候呢，我们是要跟它照顾的，比如说太阳太大，不能让它晒死了，那所以雨下太多了呢，也不能让它淹死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温室呢帮它照顾。等它大了一点之后呢，我们再移植到我们的园区里面。那通常采收橄榄啊，是有什么诀窍吗？主要是第一个，橄榄掉下来的时候呢，如果说地上我们就算除完草了，还是会绿绿一片，那会比较看不到橄榄。那我们在地上呢要铺一个布，很大很大的布。真的耶，因为现在我看到这个也是橄榄嘛，可是刚刚其实在这个绿色上，我就是看不清楚了。是，所以瀑布是要让它更清楚，可以采收橄榄。对，一方面更清楚，那二方面呢，这个收集起来也比较快。可是啊，这橄榄树啊，近距离看真的非常高，到底是要怎么采啊？那我现在就来跟你讲，来，这边刚好有一个上次我们留下来的竹子这个就是采橄榄的杆子吗？对，采橄榄杆子。好高哦！好，我跟你说，大概有3层楼高。对，那我们这个杆子呢，拿在手上，我们就可以往这个橄榄的树枝上面去敲。哎呦，现在还有橄榄果实掉下来，还有一点果实掉下来。对，现在季节其实已经没有了，但是还有一点点。对。好，你就可以，就是我直接就是往旁边的那个树枝的旁边，对，试看看。好，很好，好，加油。还有一点点的果实。你可以的。好。对，是。有掉下来一点点呢。产季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采干净的时候。所以如果产季的话会更多。会更多，对，没错。哇，就跟那个于大哥说的一样，下面如果没有瀑布的话，其实我看不到果实在哪了。是的，对。哇，其实这个拿久啊，手很酸。这个杆子因为它高度够高，所以呢，这个杆子的本身就会比较重嘛。那其实产季的话，就会看到很多人拿杆子在采收了。是的。当地的客家人常用橄榄来做零食及食材，所以以前很多农家都会在自家门口种上一棵。那宝山这里是适合种橄榄树的吗？宝山这边其实是蛮适合种橄榄树的。为什么呢？因为宝山呢，它大部分的地方呢，它是属于丘陵地。那丘陵地呢，它有迎风面，有背风面。那橄榄它比较怕风。所以这边是背风面，这边背风面。那冬天来的风呢是在东北方过来，所以呢风大的地方呢是不利于橄榄的成长的。于大哥邀我品尝他们自家腌制的橄榄。美君是于大哥的太太，家里的腌橄榄都是出自于她的手。美君，这所有橄榄里面啊，我只看过这个。这个是我刚刚在橄榄园有看到的。对，这就是你看到的橄榄，这个都是新鲜的。对，然后你看这个都是有大有小，像这有的是黑色，就是它可能长得不可爱，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是因为橄榄它的特别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吃它的外表，我们要的是它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对。可是我看到有一个是泡水的，然后是没泡水，是有什么差别吗？其实是这样，就说，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年代，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没有冰箱嘛。那我们采收下来之后，可能比如说，也许没有卖完，或者是说没有怎么样其他的处理，那我们就是透过像这样子一个盐巴腌制的方式。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保存的比较久。是不是客家人以前都会常来腌制这个橄榄？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采收到的东西都可以使用的很久，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收益，那别人也可以收益，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对大家都很好。那像我们这样子处理之后呢，它就可以保存的比较久，对不对？那我们在煮3餐的时候，好，比如说可能先生啊、孩子啊，好，包括像我们自己啊，出门去上班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料理。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从袋子里面或从罐子里面拿出几颗，然后我们就像这样子，我们就泡水。泡水的话呢，就是因为你看嘛，这上面这个有很多的盐巴，那它很咸，很咸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先泡水，让它的盐分把它稀释掉。对，先稀释掉，然后再把它剖开，看煮汤啦、炖稀饭啦，那这个汤喝起来啊就会很营养。把它加入到料理里面，然后会有另外的口感。那这些颜色是它有不同的味道吗？会有不同的味道，看像这个是生的，对不对？那生的呢，我们吃起来就非常的酸涩。可是呢，吃了之后就会回甘。那可是我们以前就是很没有钱呐，客家人就是我们都是讲说客家人很勤刻苦嘛。那我们也没有机会说多花很多的钱去买很多的零食，所以橄榄树上的果实掉下来，我们就拿来吃，可以直接吃。对，然后收成的时候，我们就拿来腌制。可是不能都吃这2个啊，这样子就是很没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子，这有辣的，你可以吃吃看。所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就是味道。对。那你自己最喜欢吃哪一个？我最喜欢就是辣的，所以我先跟你推荐辣的。好，那我先吃辣的。你可以吃吃看。美君最爱的辣的。对。没想到小小一颗橄榄竟然可以变化出那么多种口味。它的辣是慢慢的在这个舌头上面慢慢的晕开来，然后是慢慢的就是会让它回味在那个辣的里面，然后细细淡淡的这样。哇，好特别的口感哦，蛮符合你的口味，是不是？我发现啊，橄榄啊，不管各种口味啊，它有个最大的关键，就是啊，它会让你有那个食欲。就是越吃啊，会越想要吃这样子，对，因为就一口接着一口，对，所以我们的小朋友都很喜欢。过去的双胞胎景只有这2个可爱的石像吗？过去是没有这一对娃娃哈，这是早期的时候，这口井是在前面这个位置。这个诗上面是有什么含义吗？这一首是长头诗啊，这是宝山双胞胎景传奇。美君看我一口接一口吃得过瘾，她说要为我准备当地客家人用橄榄入菜的料理。这个汤叫什么？这个呢叫做橄榄炖排骨。橄榄炖排骨。对。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早期客家人都会做的传统的用橄榄做的料理？我们采收下来之后，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把它拿来炖稀饭。然后其实这道菜也是很偶然，因为我们就是煮了汤之后，发现旁边还有切多的，我们就丢进去，没想到一煮的时候，然后那个汤喝起来，就有一种清香。本来通常排骨汤嘛就会比较油腻，加了之后，那个汤喝起来就是反正很甘甜，你不会觉得油腻。哇，所以我们就就这样持续就这样慢慢变成一个传统。好，那我来喝，试试看。所以是用橄榄加入这个鸡汤里面。对，因为橄榄本身它有很多的营养的元素嘛，然后炖稀饭啊，小朋友啊，老人家吃啊，就是对于身体健康啊也都很好。而且我刚喝啊，就是它有一点点植物的那种清香，对，然后而且它有一点点酸酸的，可是它那个酸是刚刚好，就是跟这个鸡汤啊，就是喝起来我觉得是不油腻的，很妹子的道。对，就是它那2个口感是搭在一起的。没错。橄榄其实对我们来说，因为它的根茎叶都可以用，所以对我们的就是我们使用的价值来说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也很喜欢它，因为我们就住在宝山。那人家常说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回。那我们在宝山，我们也有这样子一个宝贝，所以我们觉得也是还蛮不错的。就是入宝山也要来品尝一下这个橄榄。是。
小小的一颗橄榄，就像是一颗绿宝石，那在宝山的人心中发亮。那其实种一棵橄榄树呢，需要15、16年的时间才能采收，那还有采收时候的辛劳。其实这个橄榄啊是得来不易的，那也透过客家人的腌制智慧呢，才让我们吃到这么丰富的口感。宝山真是山明水秀，可惜大半都是山路，走得我好累。看到前面有个奉茶亭，这年头竟然还有人在奉茶，过去看看吧。你好，阿爸，这个都是你准备的茶吗？对，这是我准备的。为什么会要绑这个绳子？因为台风，很大，怕台风飞走，所以才要绑起来。好，那阿爸我帮你倒。好。你那个手后面。好。阿爸，你都很早起来煮茶？在三官大帝庙奉茶回来才煮的。每天都是7点以后。原来伯伯每天早上7点就会烧好一壶茶，将大瓮中的茶壶装满。过去的奉茶亭是我现在看到有搭起凉亭这个样子吗？以前老式的没有，是放在路旁边而已。所以过去的奉茶亭就是没有这个亭子，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瓮，然后放在就是路边，路旁边而已。就这样子而已但是最简单的，一般的都是这样。每天都会煮一壶茶，然后放在敬茶亭吗？每天有一壶茶来泡这个茶。哇，我觉得这个好贴心哦，就是让背包客啊，就是歇脚的时候，或是路过的路人啊，都可以来喝这一口茶。这个是给大家方便的，方便能够经过的人可以解渴啊。过去这边有很多敬茶亭吗？50年前有人家用挑上来，挑到马路上给人家吃喝啊，这没落了40几年，我才申请这个地方，才开始煮茶。那以前真的很辛苦，都要用那个自己挑上来用这个茶。之前的人都没有车子，也都是用走的。我们这2隔壁不用挑。那以前喝到这杯茶是非常温暖的，就是想到是无私的这种奉献啊，直接这样挑到山上啊，然后这样喝到这一杯茶。之前的没有保温啊，现在我们这才用这个保温桶，比较冷。傍晚还会有温的茶可以喝。伯伯很贴心，他说以前的奉茶越晚茶越冷，所以在瓮中加了保温茶壶，让过往的人不再喝到冰冷的茶。刚喝到这杯茶好好喝哦。紫苏茶不是紫苏是通气。这瓮温暖的紫苏茶虽然只是方便过往旅人的奉茶，但是伯伯却不随便，每天都以客家人惯用的食材紫苏煮好热腾腾的紫苏茶，一早就将茶瓮灌满，等待需要的人来喝一杯茶。为什么会做这个奉茶？奉茶是接上一代的人他没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就把它再继续下去，不会完全说没落，没有人奉茶。那是不是小时候也有喝过奉茶？小时候也喝人家的现在年纪大了就是煮茶给人家喝啊。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喝到奉茶的？我们是读小学的时候吃人家就是爱心的奉茶到现在我们自己年纪大了以后就再煮茶回味给年轻的人有从这里经过就给他喝这杯茶假如出门没有带茶的人，有给一个人的方便这样的而已。
以后不管在路边、山间喝到奉茶，除了是茶本身的味道之外，还能感受到它温暖的人情味。那奉茶文化除了是客家人好客传统的特质之外，其实它就是让路过的人有解渴的需要。那这种无私的付出，然后让过路的人喝到这杯茶是非常的感动的。那在宝山还有一位77岁的客家人呢，依旧把这个奉茶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让他小时候喝到的这个感动，让更多人喝到，也是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心相待。伯伯跟我说，难得来宝山，可以到附近去看看，有个双胞胎井很有趣。我发现啊，这个路口竟然有一个很特别的井，而且上面啊有2个非常可爱的石像，感觉是有特别的含义。我现在就去问当地人看看。大哥你好，哎，你好，不好意思，想打扰你一下，就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哎，有什么事吗？就是我刚刚在路口看到一个双胞胎井，为什么会叫双胞胎井？因为我们这边这个村子里面有有20几对的双胞胎。哦，20几对哦，对啊，那很多哎。对啊，蛮多的。那跟这口井有关联吗？基本上的话都是有使用这口井水的。哦，就是喝了这口井，然后所以生了双胞胎。对啊，就是包括那个派出所里面的警员，有3个警员调到派出所，也生了双胞胎。还有那边有一个托儿所，那个的老师来这边教小朋友，也生了双胞胎。你说奇不奇？哇，所以说这个村里啊，是虽然就是比较小，但是生的比例是很高的，生了很多双胞胎。对，双胞胎的比例非常高。原来这个人口不到1000人的客家村，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却有20几对的双胞胎出生，大家都传说是这口井的功劳。来，我带你来看一下我们宝山的双胞胎井。过去的双胞胎井只有这2个可爱的石像吗？过去是没有这一对娃娃哦。这是早期的时候，这口井是在马路还没有拓宽之前，是在这前面这个位置。哦，原本是在前面。对，后来才移到这里。因为马路拓宽的时候，这个井被毁掉了。所以我就把它重新再塑造一个井在这边。所以过去的民生用水啊，然后灌溉都是用这口井吗？其实这口井就是我们这边附近这些村民在使用这口井。早期还没有自来水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这口井的水。当成民生用水。对。哦，我刚刚是有看到这个诗啊，这个诗上面是有什么含义吗？哦，这一首是长头诗啊，就是宝山双胞胎井传奇。我有看到它这里上面是那个长头诗有玄机的宝山双胞胎井传奇。对。田大哥说，由于宝山村的双胞胎比例很高，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是井水的功劳，所以当地人还为了这些双胞胎盖了一座墙。我看到前面有一些手印，这些手印是谁的手印啊？都是我们村里面的那个双胞胎的手印。我看这些手印啊，有大有小，好可爱哦，有些是小孩。对，因为年纪有差，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他的手印都比较大。对啊，我看那个是比较小的。哇，这样好多双胞胎哦，好有趣哦。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双胞胎井啊，刚好在这个路口的中间，因为这边有一个双人桥。在前面的时候有双人桥，这个桥是以前的枫桥，我们那边那一头是一个人字形，人字形的人的路口，这边也是刚好是一个人字形。哦，现在这边我看到了这个人，然后跟这个人，就是双人。哇，那这个真的蛮巧合的哦，对，很巧合，刚好是2个人，所以就是双胞胎的含义了。对。田大哥也说，附近刚好有对目前年纪最小的双胞胎，可以去看看。那旁边的2个我们的对联呢，最主要呢，它的期许我们这个邱姓的后代要能够心呢要非常的宽敞，能够让整个宗族大家的感情能够凝聚，所以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祖训，怕后代子孙忘记的他就用对联的方式把它串在这边嘛，对不对？让所有
回来的我们的后代子孙，大家都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思呢，来创造这个基业。你看这是不是双胞胎呢？哦，是哎，好可爱哦。妹妹，你们几岁？跟哥哥讲，你们几岁？你几岁？3岁。3岁吗3岁。 3岁哦，3岁。所以大哥，你说这是年纪最轻的哦？现在目前在这个村里里面是年纪最轻的，只有3岁而已。那最长的是有几岁？最长的有60几岁了。啊，60几岁哦。对。宝山乡中年纪最小的3岁双胞胎姐妹，让我也见识到了宝山乡的年轻活力。田大哥还说，当地有栋邱家的祖屋还在，让我们去看一看。为什么会带我来看这个河南堂？我想呢，在宝山乡这个地方呢，因为时空背景环境的改变宝山也随着新竹科学园区的发展，我们的科技业跟我们的农业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河南堂呢，是我们宝山乡呢现在在这个发展当中对不对？已经所剩不多的一个三合院的一个建筑，可以列为宝山乡的遗产了的。那最主要的还是说，这个主人呢，这个主人以前是我们地方上非常具有名望的我们的村长，他是这个饱读诗书了哈。是。其实也可以，他除了给他们的下一代有很多的给他为人处事啦，各方面啦。很多的一个教导，同时我们周边的孩子，我们也受益的不少，所以嘛，也对我们的人格发展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更主要对我们整个家族来讲，它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象征。所以过去的邱氏祖先来这里开垦都是以农业为主嘛？是的，没有错。因为当时这边就是没有开发嘛，所以来到这边之后，是完全是用锄头的方式，这个。一担一担的，一锄一锄的这样子挖，这样挑，让整个的地方上呢，这个开垦这个田地跟这个山坡地这边种植农作物，这样子所有可以温饱。好，我们在民国24年大地震之后，为了让每一户人家大家都能够住的一个舒适的环境，所以当时呢就开辟了砖窑，自己呢把它制作这个。砖，同时呢自己来烧，同时呢在很远的地方一砖一瓦的把它挑来这个地方，才有我们家族当中呢，大家用奉公的方式集中力量，把每一栋房子呢把它整个盖起来。所以这个砖呢是邱家人我们家族里面大家呢是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手特别盖起来，所以这些。砖头呢，特别的大，也特别的厚同时呢，砌起到现在呢，你看经过将近100年的历史，这些呢，整个房子安全结构都是完好无缺的，所以当时的智慧实在是很高。听了邱大哥讲述邱家先人如何胼手胝足地建立家园，让我十分感动。邱大哥也说，虽然河南堂没有雕梁画栋，但是每一个细节都传承着客家建筑的传统，以及搭载着邱家先人对于后代子孙的期许。那旁边的2个我们的对联呢，它是以我们本身的堂号呢，它所串的那河水周流同祖德，那最主要呢，它的期许我们这个邱姓的后代，希望呢，他要能够。心呢要非常的宽敞，能够让整个宗族大家的感情能够凝聚。那另外，南山尊重底中公，希望我们的宗族当中要比照我们南山这个精神，希望呢在地方上能够
奠定好的一个基础。那未来呢，能够为地方上呢，能够开辟更繁荣进步的一个未来。所以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祖训。哇，我发现啊，祖先对于后代的那种期许啊，跟期望啊，是非常深远的。然后透过这2个对联啊，就要让后人时时刻刻的记住这些，就是先人想要他们记住的东西。所以他也怕后代子孙忘记了啊，他就用对联的方式把它串在这边嘛，对不对？让所有回来的我们的后代子孙，大家都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思呢，来创造这个基业。哇，所以从这个建筑上就可以看到他们过去的生活状况。是，其实真的有很多它的历史典故在。这是为什么要留通风口呢？最主要，当时呢，真的天气变化非常的大，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这边都下霜，霜都很厚，所以那时候呢，整个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很多，也没有像现在什么电热器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完全用烧木炭，木炭拿下来之后取火，大家取暖，共同的用一个火炉的方式取暖，取暖会产生2氧化碳，所以马在上面就留了通风口。你看先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棒，现在年轻人大概都想不到，我们老祖先就想得到。对啊，就是先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厉害。是。邱大哥最后说，虽然这里只是个小客庄，但是宝山人都十分爱护自己的家乡，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努力，期许能为宝山做一些事。邱家茶花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的茶花园主人邱坤干大哥，传承了上一代的心血，将原本默默无闻的茶花园建立成家族的骄傲。邱大哥还说，茶花珍贵品种难以繁殖，再加上客家庄有许多的苦茶树，所以他尝试将不易繁殖的茶花嫁接在苦茶树的树头上。几年的努力下来，邱家茶花园已成为足以代表宝山的另一片美丽风景。今天来到宝山，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的人非常热情，还有温暖的人情味，坚持传统的炭窑、绿宝石的橄榄、传说中的双胞胎井，还有客庄茶花之美。最重要的是，有过去要挑好几里的奉茶文化，让我看到了无私付出、不求回报的精神。宝山真的是一个充满人文风情的一块宝地。我看到他们惬意的生活，自在的享受，不受任何环境的因素去改变他们热情的心，将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情感连结在一起。那种心境是最感动、最迷人的。今天让我走入了充满人情味的客家庄宝山。